看你小弟搁咧破文啊。会见。你敢不会对？我差一点了尔。你创啥？会见。你敢不会对？你怎啊说讲袂对啦？哦，这个游戏内底有足侪配件。会见。会见啊！我是阮班上厉害的，我是底牌的。你底牌啊！会见。你也是咖喱吗？嘿啊，我头尾啊。占用哦，阮阿母用互阮咖啡。所以阮即马是大人。会见。用这个咖啡送到安尼。会见。哦。阮班有3个查甫介我，阮班有5个查某甲我，那有可能？真的啦。会见，我拢有女朋友啊。